度假节的头一日，学生就跟耶稣讲，爱因伫什么所在，甲你备办搬过节。伊讲，恁入城去到无人遐，甲伊讲，先生讲我的时到了，我也要甲我的学生伫恁兜守搬过节。学生照耶稣所吩咐去行，就备办搬过节。到入暗，耶稣甲10个学生坐倒。食的时，耶稣讲。耶稣甲因到一个所在，名克西马尼，甲伊的学生讲：接带彼得甲西比泰2个囝三角去，就忧闷，心内艰苦，甲因讲：我的心灵是在真忧伤，心只讲要死，你伫这景象天好我。溜溜啊进前，面趴伫地里，安尼祈祷讲。就来学生遐，看见因得困，甲彼得讲：安怎样？恁袂当甲我敬圣点仔久嘛？着敬圣祈祷，免这就袂歇。我知恁的心灵虽然愿意，若是恁的肉体软弱。第二摆，搁去祈祷，伊安尼讲。我
搁再来，看见因搁在困，因为因的目睭涩，耶稣离开因搁去。第三摆祈祷，也是讲遐个话。迄碟搁招群学生，甲因讲：大通困难休，时已经到。在讲的时，忽然12个学生一个犹太来，也有几顿人举刀甲推啊，对这祭司头甲百姓的长老遐三甲来。耶稣甲伊讲：朋友，你来要做就做。遐个人就进前起来掠耶稣，